不给我脸，1000。这个我会，这不就得了吗？但是我就是不想给你脸。还会吗？说话怎么办？啊，那个过去打那么多人，打就打，哥。哎呀，过去打一个招呼，化解一下。你这个红花油的味道，我一闻，我就想打喷嚏。嗨，哥，哥没事吧，哥？哥，我刚才就是想给您打个招呼。看他们给我干他！哎，误会！